镜头转过来，刑事局有查到有诈骗集团甲骗来的钱换做黄金，总数去国外洗钱，总共是查到大约价值7700万的黄金哦。也毋过经过调查发现，对去年7月到当上无是已经走私超过300公斤的黄金出境了。另外，伫咧台中，有民众想要汇200万互客查某囝去投资，后来所发现讲这是诈骗。将用大型的电击甲烟角击开，还佫直接用喷火器来扬，因为诈骗集团甲黄金藏伫咧内底，准备用假的方式走私到柬埔寨。警方表示，这黄金是诈骗集团伫台湾先甲赃款透过洗钱集团换做黄金，搁再走私出境。拦截扣押陈显所寄送至柬埔寨之包裹，内有铅合金金块2块，经切割查验，发现合金内有12块黄金，每条1公斤。随即在隔日拘提集团上手李贤，当场查获金条12块。刑事局年初查到假币商投资诈骗案，发现诈骗集团用走私黄金来洗钱。经过半年的追查，这个查到包装完成，还佫还未包装的黄金差不多有24公斤，市价差不多7700多万。嘛逮捕姓李甲姓陈2名嫌犯，警方清查嫌犯假件收据，发现2个嫌犯为去年7月开始走私黄金，估计已经走私超过300公斤的黄金出境。专案以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、洗钱防治法移送法办。另外，台中警方就是成功阻止诈骗，保钓民众200万的存款。我要领现出来转账，他们现在不给转，真的没问题。预汇款系台币200万元。经关怀提问是要将款项转账至杨姓干女儿的账户，用于投资股票跟期货。警方表示，姓杨的女主到银行想要汇款200万，予伊的客查某囝作为投资股票，但是行员感觉奇怪，通报警方。警方拄啊到场了解状况，这个民众还佫坚持家己无去用骗，经过警方不断的提醒，所讲的客查某囝投资股票，拢是诈骗定款的方式。钱恐惊有去无回，想要民众卡取消汇款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